中產家庭要財富傳承，但冇家族辦公室或者律師團隊支持，點部署？1年4集理財最前線，將傳承藏寶箱嘅鎖匙帶到你手，為你開啟財富寶藏。爭家產嘅戲碼，電視新聞就睇得多啦。唔想成為個案主角，有效嘅財富傳承好緊要。嗱，固然創富啦，同埋首富啦係好重要啦，但係一旦咧講緊咧財富傳承嘅話咧，考慮嘅包括個人嘅意願啦、家庭環境需要啦，咁甚至乎考慮埋家族啊，如何做好一個資產啊稅務規劃咧。嗱，如果咧我哋淨係諗住咧創富同埋係首富嘅話咧，有陣時咧如果你用唔啱工具咧，可能都會俾咧通脹係蠶食嘅。財富傳承過程當中咧，我哋有部分嘅客戶咧，佢會選擇咧用遺囑。有啲朋友咧，佢就會諗住咧就用保單。嗱，保單咧確實喺我哋喺咁多種工具當中咧，比較多咧朋友咧係會選擇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牽涉嘅係現金以外嘅資產咧，亦都有朋友咧會選擇用信託呢種工具嘅。我哋成日都有一種投資嘅心得啦，就叫做唔好將所有雞蛋咧集中放喺同一個籃入邊啦。所以唔同嘅工具咧都有唔同嘅好處嘅。財富傳承係個好複雜嘅過程。蘇律師話，唔少人認為必須要靠家族辦公室先至做到。This is a very wrong concept。家辦咧，一般嚟講咧係適合咧資產龐大，係啦，亦都能夠付費嘅家族成員嘅。如果係站喺中產同埋普羅大眾嘅話咧，我哋想揾一個具成本效益嘅方法，咁有好多朋友咧就會將現金呢部分咧可能放落去保單噶啦。人壽保單咧有唔少都有啲咧，我哋叫做將資產槓桿倍大嘅功能嘅。而其中一個最大嘅特色同埋好處咧，人壽保單身故賠償，我哋係直接發放俾受益人，就可以省卻咗一啲咧不必要嘅法律程序同埋法律嘅費用啦。中產家庭都可以考慮訂立遺囑，清楚列明資產分配方式，避免日後同屋企人爭產。就算冇律師同家族辦公室團隊，中銀人壽嘅保險計劃都可以幫客戶規劃傳承，成為你嘅傳承藏寶箱。我哋有一系列具備財富傳承功能嘅人壽保險產品，投保手續簡單，理賠服務方便快捷。喺保單生效期間，仲會提供相關嘅保障同潛在財富增值，令傳承規劃更周全。不妨揾你嘅專業理財顧問了解多啲啊！